各位馬迷朋友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華萊士賽馬四圍分析頻道。今日係2026年4月22號，星期三，跑馬地夜賽，一共有9場賽事。我哋會用速勢系統大帽子篩選，加上4大維度加權評分，包括騎師排名、檔位分析、近期狀態同埋速勢能量相差值，逐場為大家推介馬膽同拖腳。推介方式係單式馬膽，一膽拖5腳，大家可以自行調節投注方式。好啦，即刻開始。第一場，第5班1200米，開跑時間下午6點40分。呢場我嘅馬膽係4號獵寶勤，由艾少禮策騎，排一檔，內檔有利，速勢系統俾咗2隻大帽子，狀態唔錯，能量相差值正2，數據好正面。四圍總評分84.9分，係呢場最高分。拖腳方面，揀咗8號添喜運、3號歷險大將、6號快樂寶寶、9號天火同德同埋12號東方福寶。其中8號添喜運得分82.7分，同3號歷險大將得分78.7分，都有唔錯嘅表現。第二場，第5班1650米，開跑時間下午7點10分。呢場我嘅馬膽係8號朗日雪峰，由莫雷拉策騎，排2檔，內檔有利，速勢系統俾咗2隻大帽子，狀態唔錯，能量相差值正2，數據好正面。四圍總評分90.5分，係呢場最高分。拖腳方面，揀咗2號神驅馬靈、9號飛躍海船、7號焦點、6號東方寶寶同埋4號電信驕陽。其中2號神驅馬靈得分86.1分，同9號飛躍海船得分77.3分，都有唔錯嘅表現。第三場，第4班1650米，開跑時間下午7點40分。呢場我嘅馬膽係6號八心之星，由梁家俊策騎，排一檔，內檔有利，速勢系統俾咗2隻大帽子，狀態唔錯，能量相差值正1，有少少優勢。四圍總評分80.5分，係呢場最高分。拖腳方面，揀咗1號本領非凡、8號極速滿貫、9號耀昌盛世、4號康昌之星同埋11號多利神驅。其中1號本領非凡得分78.8分，同8號極速滿貫得分76.3分，都有唔錯嘅表現。第四場，第4班1200米，開跑時間下午8點10分。呢場我嘅馬膽係6號銳木，由潘頓策騎，排2檔，內檔有利，速勢系統俾咗2隻大帽子，狀態唔錯，能量相差值正1，有少少優勢。四圍總評分83.4分，係呢場最高分。拖腳方面，揀咗1號勁進非凡、4號良區好友、9號驕陽雄心、2號團長好同埋3號幸運愉快。其中1號勁進非凡得分81.9分，同4號良區好友得分77.3分，都有唔錯嘅表現。第5場，第4班1200米，開跑時間下午8點40分。呢場我嘅馬膽係11號雷神太保，由潘頓策騎，排一檔，內檔有利，速勢系統俾咗2隻大帽子，狀態唔錯，能量相差值正2，數據好正面。四圍總評分85.9分，係呢場最高分。拖腳方面，揀咗1號凌利區、12號過關勇士、8號小魔怪、5號天外富天同埋3號聖多多。其中1號凌利區得分78.7分，同12號過關勇士得分74.8分，都有唔錯嘅表現。第6場，第4班1000米，開跑時間下午9點10分。呢場我嘅馬膽係4號美麗登場，由潘頓策騎，排8檔，雖然外檔有啲蝕底，但速勢系統俾咗3隻大帽子，狀態非常好，能量相差值正2，數據好正面。四圍總評分86.3分，係呢場最高分。拖腳方面，揀咗8號福進、6號鴻圖新星、1號添開心、11號萬眾開心同埋5號遙遙日常。其中8號福進得分84.2分，同6號鴻圖新星得分82.9分，都有唔錯嘅表現。第7場，第3班1000米，開跑時間下午9點45分。呢場我嘅馬膽係10號富心星，
由莫雷拉策騎，排4檔，內檔有利，速勢系統俾咗2隻大拇指，狀態唔錯，能量相差值正2，數據好正面。四圍總評分88.9分，係呢場最高分。拖腳方面，揀咗1號馬力、4號價值傳承、11號飛來閃耀、2號燭光晚餐同埋6號怡傲錢莊。其中1號馬力得分83.4分，同4號價值傳承得分71.7分，都有唔錯嘅表現。第8場第3班1800米，開跑時間下午10點15分。呢場我嘅馬膽係3號中國心，由楊明倫策騎，排2檔，內檔有利，速勢系統俾咗3隻大拇指，狀態非常好，能量相差值持平，穩定發揮。四圍總評分86.5分，係呢場最高分。拖腳方面，揀咗11號長勝將軍、5號有贏威馳、1號奔放、8號風神同埋2號智勇名區。其中11號長勝將軍得分84.0分，同5號有贏威馳得分78.5分，都有唔錯嘅表現。第9場第3班1200米，開跑時間下午10點50分。呢場我嘅馬膽係1號志滿同行，由潘頓策騎，排4檔，內檔有利，速勢系統俾咗3隻大拇指，狀態非常好，能量相差值正1，有少少優勢。四圍總評分91.8分，係呢場最高分。拖腳方面，揀咗3號好好戀愛、12號包裝名章、6號粵港之區、10號撼天鐵翼同埋2號真心傳奇。其中3號好好戀愛得分82.7分，同12號包裝名章得分81.1分，都有唔錯嘅表現。好啦，以上就係今晚跑馬地全9場嘅4圍分析推介。再次提醒大家，本節目內容僅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投注建議。賽馬涉及風險，投注前請審慎考慮個人財務狀況。過往表現並不代表將來結果。本頻道不會對任何因參考本節目而產生嘅損失負責。如有需要，請致電平和基金熱線1834-633。多謝大家收睇，記得訂閱頻道、按讚同分享。祝各位馬迷今晚好運，我哋下次再見。